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近日恒大新能源汽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恒大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2亿余元，执行法院为沈阳市人民法院。这个恒大汽车那也相当于是棺材板上反复钉钉子也是凉透了最近比较火的是万科，有外媒报道说万科再爆猛料。什么猛料呢？据知名机构发布的独家消息，万科近期拟展期的3只债券要支付 40% 的现金，并不是万科自己提出来的，而是应政策的指导要求。这也侧面印证了为什么半个月以前万科谈债券展期还不愿意付大额的现金，要求全部展期1年，突然又能拿出那么多现金来给投资者，展现满满的诚意。什么意思呢？我感觉这还是在放风放风就是背后还是有政府在撑腰呢，深圳国资委还在撑腰，这不是这意思吗？我有的是钱，就放风因为这个作为债权人作为万科的其他的债权人，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你现在你仅有的一点现金你是用来运转的，结果你要拿它来还债，还给前面的债权人了，那我后面的债权人不就没了吗？这我现在是不是该告他了？赶紧查封上手吧，是不是这意思那这个时候作为债务人对吧，这万科他就得也安抚大家不要急对吧，我这钱不是我这个把运营的钱现金流拿出来，而是对吧后面有大佬给钱支持，你们不用担心。实际上这个疑问现在正在万科这儿发生。今天媒体报道说万科就后续到期债券回应债权人，会公平对待投资人。1月22号针对后续到期的境内公开债，万科对部分债权人表示会公平对待投资人。万科及债券受托人表示如果方案存在差异，后续到期的债券估计很难通过。什么意思呢？说来说去就是后面的债权人你们不要着急，等到你们债务到期的时候，我也会这么处理，40%一碗水端平。因为越在后面的债权人越着急心急如焚，这万一到我这里没粮了，没子弹了，没血了，你说我找谁去所以万科就让大家吃定心丸不要急。尽管首单展期落地释放积极信号，但2026年万科仍将面临超100亿元境内公开债到期。据万科公开债券情况，后续主要涉及公司债券超过100亿且债券到期日期集中在4月到7月。万科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救不救都两难。救吧，你后面不知道还要拿多少钱，还不一定能救得起来；不救吧，你前面已经扔下去那么多几百亿上千亿的资金已经进去了，对吧？是割肉还是咬牙接着救加仓？是继续赌26年27年房地产就能回暖，韭菜又提着钱去买房，还是对吧？干脆早割肉早受益。现在考验着这些人的这个叫智慧我觉得这都是在耽误时间实际上去年前年就24年就应该破产重整，越早越好。关于这个楼市半夏投资的李贝又发表了他的看法，很吓人1月23号说半夏投资的李贝他在自己的这个好像是网站上 APP 上发布了一个叫什么可能2个季度内房地产市场会见底。李贝今日发文谈及房地产市场，他说过去2年房地产的核心矛盾是二手房供应的持续大幅上升，而这一点过去2个月已经逆转，挂牌量已经开始持续下滑，二手房跌幅开始收窄。综合各方面证据，很有可能2个季度内房地产市场会见底，后续是10年级别的上升周期，行业规模不会回到历史高位，房价涨幅3年内不会很大，但若干相关公司的涨幅会非常巨大。这个半夏投资大家知道吧？在这个李贝那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是那种比较容易博眼球的，就在很多私募赚的是盆满钵满这个半夏投资人家是在房地产股里面老登股里面躲牛市我记得李贝去年年底对吧，也是借着各种场合唱多房地产，建议大家重仓房地产股。他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他理由有这么几个他说一个是二手房的挂牌量开始下滑，第二个就是二手房跌幅开始收窄，就跌得慢了，也就是二手房马上就跌不动了，再跌2个季度差不多就跌不动了，跌不动了就开始往上走，这是他的观点然后他预测接下来2个季度以后这个房地产会有一个10年级别的上升周期，这10年都是缓慢上升，但是呢这个行业规模不会回到历史高位。什么意思就是
我记得我们2021年一年要卖18万亿的平米的房子，现在好像只有8万亿了吧，跌了一半嘛，一半以上。那李贝的观点就是未来10年，咱们也突不破这个18万亿这个销售这行业规模。但是呢，他说房价3年内不会暴涨，涨幅不会很大，但是有房地产公司它的股价涨幅会很大，也就是李贝他不是炒房子，他是炒股，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李贝他唱多房地产，他不是炒房子，他是炒股，炒房地产的股票，所以你要跟他较劲，这个他似乎也没说错他说这个房地产稳住了，他也没有说创新高，然后他说这个未来2个季度这房价涨幅对吧会稳住，但是它涨得也不会太快，也不会房价不会暴涨，房地产市场也不会暴涨，10年的慢牛，也就是慢牛也不会超过过去的高点，它是这个逻辑。但是有房地产公司的股票会暴涨，你说他说错了吗？这还真不好说对房地产行业的预测这个李贝是偏乐观的，是唱多，但是对房地产板块这个股票它是对吧大力唱多，所以我个人认为他对房地产行业的预测不靠谱，他完全忽略了什么人口因素，完全忽略了这个韭菜的承接能力，完全忽略了韭菜现在越来越少，能接盘的韭菜越来越少，这些他都不谈，对吧？他也不谈这个现在房地产已经没有了投资属性，对吧？只有住的属性，只有住的属性，也就是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样过去是既有投资又有住的属性，住的属性过去人口在增加，对吧？大量的人，农村的人进城，城镇化开始，所以你的住的属性得到加强，再加上投资属性的房价在暴涨，大家都去买，所以你本来只要住1套房2套房的，现在变成5套房，很多人呢，对吧？你本来1套房就够了吗？那么好多人要2套房3套房，投资属性就出来了，现在投资属性没了，也就是你顶多只要1套房住吧，而你住的话现在人口在下降，所以这一块也在萎缩，所以房地产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不利因素，除非收入人均 GDP 还有收入，韭菜的收入在大幅度上涨，小幅度还不行，要大幅度上涨，涨到什么程度呢？涨到就普通的牛马他都要2套房3套房，对吧？1套房在他的工作的地点，另外1套房在他对吧，要么是在三亚，要么在杭州，要么在黑龙江，这时候度假休假用的，因为他有钱呢，有钱了他就要享受除非是出现牛马韭菜暴富，这时候一个人就要买2套3套，这时候虽然我们人口在下降，对吧？但是人均持有的房子多了，人均面积现在是40平，以后要到80平，你这个能抵挡住人口下降带来的这个对吧负面影响这个可能性很低你说牛马韭菜收入怎么能成倍增长呢？但是我说李贝他说股票咱就不知道了，对吧？你房地产股票万一哪个公司它运作的好，它业绩还不错，这个是有可能的皮裤掏棉裤必有缘故你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猫腻，对吧？它在1线城市核心地段拿了一些房子，拿了一些地开发赚了钱，业绩不错，那也可能然后它对吧这个股息比较高，也就是说有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它已经不再追求全国开发了，对吧？人家业务线收缩，县城的他就不去了，3、4线城市他也不去，他最次去省会城市，那主打是1线城市核心地段，这样虽然它的规模不是太大，是吧？规模不能创新高，但是人家凭这个改善型住房，它是保不齐有某个1、2个公司搞得不错，但是我可以这么负责任的说绝大部分房地产公司没有任何投资前景，我们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只能容下对吧1、2家这种头部企业，1、2家，剩下的大部分都是苟延残喘，不赔钱就不错了，还能在资本市场混就不容易。那这1、2家房地产公司是哪1、2家呢？那鬼知道凤凰网房产它有个报道叫哪些城市房价回到了10年前。凤凰网它是这么说的他说岁末年初，不同类型的机构和平台都会整理一些年度楼市数据，对比观察，交叉验证，房价跌回10年前了吗？这个话题有了更清晰的画面。然后他说独立媒体机构晚点小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万德数据整理的图表说，以2016年1月为基期100，至2025年11月，全国70个城市二手房价累计变化显示记住了一共有26个城市的房价已经跌回了10年前有26个城市它房价已经回到了2016年，也就是你2016年买房的应该都在赔钱，应该这么理解2016年以后买房的都在赔钱。有很多人2016年买房到2021年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这5年的房价呼呼涨，把自己买的房子就像坐上了火箭。但是现在你再回头一看，白高兴一场，除非你在2021年把它卖掉了，对吧？或者2022年卖掉了，
不卖的话，都是空欢喜一场。那这26个城市哪26个呢？说还有44个城市房价没有跌回2016年。这个26个城市中，省会城市啊，记住了啊，叫呼和浩特、哈尔滨、长春、石家庄、贵阳、郑州这6个啊。然后这个地级市有金华、温州、泉州、安庆。哎呀，这安庆也跌回10年前了啊。差不多啊，安庆的房地产好像已经都歇菜了已经。然后剩下的就是普通城市啊，是丹东、吉林、包头、锦州、牡丹江、南充、遵义、泸州、岳阳、襄阳、宜昌、常德、韶关、桂林、北海、湛江这26个城市啊，一夜回到解放前啊，一夜就回到了10年前。那么还有44个城市还没有跌到2016年，哪44个城市呢？抗跌的主力是无锡、杭州、合肥、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其房价相较10年前还有20个基点以上的差值。也就是说啊，也就是刚才的这几个城市啊，比10年前还是涨了20%的。而这个南昌、南宁、兰州、海口、福州等省会城市二手房价这已经贴近回归线，也就是说这些地方房子跟2016年差不多了，但是要接近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啊，刚才说的那个抗跌的主力，什么无锡、杭州、合肥、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这些地方，会不会有补跌的要求呢？会不会后面会加速呢？人家都回到了2016年，他们难道就不回到2016年吗？这不一定啊。综上可见，都市圈的综合实力、城市经济活力、峰值开始时间，都对房价在近10年抗跌能力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什么意思呢？这里面说的就是啊，刚才那些26个城市啊，他们房价还先见顶，它恐怕2020年就见顶了啊，后面漫长的下跌。而后面这些抗跌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城市，它见顶晚，它后面才见顶房价，然后才开始回落。所以说它跌的时间还不够呢，所以一定要记住了啊，这些所谓的抗跌城市，不代表它真的不跌了，说不定明年再一看啊，它整个的在补跌，在加速。实际上2025年下半年大家能看到这个趋势，一线城市是在加速下跌，它在赶进度啊。总之啊，这个独立评级机构啊，外评级给出2025年11月新建商品价格指数和二手房价格指数，后者以二手房价格指数2016年1月作为基数100，按照统计局全国70个城月度环比累计啊，结果是什么呢？他得出个结论啊，他给所有的城市打分，70个城市啊，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相对坚挺啊，就比较坚挺。然后呢，广州和深圳呢，小扛，什么意思啊？就是比这个北上杭州、成都呢稍微差一点，但是也很抗跌，就这个意思。那这个结论呢，和那个晚点数据也差不多。上述结论与万德的监控数据也一致。万德一线城市房地产投资指数显示，一线城市近10年累计回报率 17.65%， 年化回报率 1.69%， 没有跌到负值。我给翻译一下啊，就是根据万德的数据来看，一线城市，你比如说北京吧，这10年啊，从2016年到现在，这房地产年化回报率是 1.69%， 也就是你在2016年，如果你把300万存到银行，你现在一看和2016年你把300万去买房，你恐怕存银行更合适。这个恐怕打破很多人的啊这个认知。因为买房子年化回报率只有 1.69% 吗？你存银行，你2016年存银行的利息是 4% 啊 5%， 现在还是好歹 2% 左右呢，是不是远远高于这个房地产的回报率啊？你房子买卖你还有手续费啊，各种交易税费，最后算下来到底有多少不好说，说不定还赔钱。也就是你看看啊，我们很多人的认知，你说存钱对吧，不抗通胀，怕你的钱贬值被稀释了，那你想想，你要是从2016年，如果那个时候啊，你手上有300万，那你存银行存定期比你那个时候买房都要划算。当然了，说的是平均值啊，因为你如果买的是那个核心地段的，说不定不一样。但是大部分地区啊，北京你买了房子不如你存银行。但是如果你2010年买的，对吧，那恐怕是买房子合适啊。文章说啊，10年前2016年部分城市房价已经开始高歌猛进，抬高了基数，因而经济学家任泽平曾参考中原二手房价指数，认为上海基本回调到2016年年末的房价水平，北京回调到2017年初的房价水平，广州回调到2018年的水平，深圳回调到2019年的水平。也就是说现在啊，北上广深到底在什么水平？
但对比2004年，深圳上涨了约13倍，北京上涨约10倍，广州上涨约10倍，上海上涨约7倍，依然还保持了一定的基础。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你如果是2003年买的房，到2016年，你的房子已经涨了13倍，涨了10倍，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真正买房占便宜的是2016年之前，越往前越好。你到了2016年开始买房子，就基本上是已经是个非常差的投资了，越往后越倒霉。到2021年买房呢，你就是深套，对吧？现在是欲哭无泪，现在是贷款卖房。也就是说如果房价再跌的话，那说不定2010年以后买房的都倒了霉。你看看北京上海还在跌啊。这个文章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介机构倾向压低价格促成交，也加剧了房价下跌，这是二手房价格跌幅加大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非客观因素。而客观方面，当前国内人口与经济情况难以支撑房价回到高水平，因而房价回调是正常现象。尤其是能级不高、房地产库存压力巨大的城市，投资客云集，房价泡沫较大的城市，泡沫破裂后跌幅自然凶猛。而对于主流城市、楼市结构相对健康的城市，由衷希望2026年房价能止跌回升，或者更现实一些，能够跌幅收窄。希望这不仅是美好的愿景，我们记住就行了这个是凤凰网房产它的一组报道，它是通过几个媒体的这个数据。那我们知道什么呢？知道即便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你2016年以后买房的都已经没赚到钱，只是没有赔钱。2016年开始存钱就比买房合适，那现在更是这个数据就这么残酷。我们再看看拆迁在10几年前，当你们家的房子写这个拆，然后画个圈，对吧？就代表你们家也发财了。你们家再没钱，但是只要房子上写个拆，对吧？娶媳妇的好娶，那是10几年前现在呢，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写的是杭州，说最近杭州拆迁消息多到爆炸，说尤其是萧山1月连发51条征收公告，涉及宁围、江南科技城、瓜沥等多个板块，看起来大开发真的来了，也是好开心你看拆迁范围扩大了，到处都在拆。那按照10几年前那这都是亿万富翁、千万富翁。但是说仔细一看不成标准，很多人的拆迁暴富梦瞬间破碎，稀碎碎了一地。说10年前拆迁补偿可达1000万级，而现在他说比如党湾街道人均货币补偿50.6万元，含60平米安置价加10平米成本价加1年过渡费。你说就是一个人就是50万，不是500多万是50万。这在以前的吧，10年前的怎么这不给个500万呢？各区的行情价参考，以下为货币化安置或折算参考价：滨江区约3.38万每平米，上城区回购单价约3.57万每平米加奖励费 5%， 萧山区南阳瓜沥109万每人或安置房70平米每人，余杭临平50平米安置房加30平米货币安置。所以说现在的拆迁叫改善居住，不是改变你的人生。拆迁暴富这是过去的故事了，不是现在的故事。我记得2008年北京不是搞奥运会嘛，然后他那个奥运场馆那边以前北4环那边、北5环以前的地方都是城中村就是那种连片的那种平房，后来全部要拆迁。当时那就好多故事，很多人拆迁一下就1000万，家里房子多的我还有一个亲戚远亲在这个因为修那个机场高速，正好把他们家地和房子都扒了，那是20年前呢，也是拆迁，好像钱给的不多给多少钱我不太清楚，反正好像钱不多，但是给了他5套房子。你想想，这北京朝阳区给5套房什么概念？现在拆迁已经没这好事了给你算的明明白白的，把你拆了，你最后落到手没多少钱，你就有一套房。最后我们再看看财新网一篇报道这个是咱们比较关注的，就是写字楼租金，因为这个就直接反映对吧企业经营状况，反映就业市场，反映牛马的收入，这个才能反映楼市能不能稳。这个财新网21号发表一篇文章，叫企业降本增效诉求旺盛，广州2025年优质写字楼租金同比下跌 10%。 广州作为一线城市2025年写字楼租金下跌了 10%，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2025年末，广州优质写字楼录得平均租金120.6元每平米每月，
月，同比下降 10.1%， 为2010年以来最大年度跌幅，全市空置率上升至 21%， 同比增加 2.4个百分点。1月20日，世邦卫理事发布报告，2025年广州房地产市场回顾，披露上述数据。什么意思呢？就是2025年啊，广州的写字楼是空置率上升，租金下跌，那你说这广州的就业肯定是更难，不用说了，怪不得广州对吧？2025年房价顶不住啊，广州早就放开限购了，没有任何限购措施，房价也不见有起色。2025年广州优质写字楼新增供应55万平方米，同比增加 62%， 而净吸纳量仅为 20.3 万平方米，同比下滑 0.2%。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说成本控制是企业办公选址的首要考量因素，降本增效成为贯穿全年的市场关键词。第一太平戴维斯华南区市场研究部负责人谢晋宇称，世邦卫理事称巴州写字楼租金面价约107元每平米每月，而广州传统的 CBD 珠江新城的租金146元每平米每月。这意味着企业无需缩小租赁面积，只要将办公场所从珠江新城迁至巴州，租金成本可下降30%，价格差引导租客迁移。核心商务区净吸纳量出现负增长，缺口高达 9.9 万平方米。也就是说，珠江新城那个传统的 CBD 人都跑光了，你贵呀，对吧？周边有便宜的。企业并非退出写字楼市场，而是在重新计算办公成本，业主间竞争白热化，租赁条件也越发宽松。我们不希望租户搬走，所以不断下调租金，还给租户延长免租期，或者提供一些装修补贴。一名在珠江新城写字楼业主方负责招商的人士告诉财新，从实际成交来看，叠加免租期、装修补贴等因素后，部分项目综合租赁成本下调近 20%。 该人士称即便是仍然选择留在珠江新城的租户，也主动提出谈判。一些原本签订3年租期的企业，在租期仅履行1年或2年后，便提出提前退租或要求重新谈判合同。他说部分租户甚至愿意支付违约金，以换取更低的租金水平。就说明这个广州写字楼租金的价格下降太快，快到什么程度呢？快到我宁愿我不要那个违约金了，就是那个保证金，对吧？我也要搬走，你搬到那儿便宜所以那这个房东呢就只能降价，你不降价人家搬走。关键是说广州并非个例，近期多家国际地产顾问机构在年度报告中均提到，2025年全国主要城市写字楼市场整体承压，租金下行，企业租赁需求以保守审慎为主，降本增效成为普遍诉求。戴德梁行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甲级写字楼同样呈现出以搬迁与升级型需求为主导的特征，租金谈判空间明显扩大。2025年第4季度，北京、上海、深圳甲级写字楼租金分别是205.6%、201.4%、149.4%，同比分别下降 16%、10% 和 12%。 不管怎么说写字楼的这个空置率上升，租金下降，就说明企业扩张意愿不强吗？企业在关门倒闭，企业在萎缩，对吧？本来一个企业500人，现在只要200人了，300裁掉了，那它办公面积肯定要缩小是不是这个逻辑那只要租金下降，这个空置率上升，就说明就业很难，就业难最终是导致楼市它稳不住，那就这么简单。韭菜它收入在下降它在失业，它怎么买房？所以说专家研究楼市，一天到晚闭着眼睛说楼市企稳，那也看一下写字楼的这个租金和写字楼的空置率，对吧？从这个侧面看一看就业市场。如果所有的企业都在扩张那么它第一个要干的事情就是办公室，它租，对吧？更大的办公室，以前是1000平，现在不行了，要租1500平，以前是2000平的，它要租3000平。那这样的话，那个写字楼是不是就不够了？写字楼不够，那租金就要涨，空置率就下降。那它不就是它扩大不要招人吗？它总不能空在那儿吧？那招人，就业率就上去了，就业率上去，大家收入一多，对吧？一稳住，你这个楼市它就稳住了。所以咱们经常关注北上广深的写字楼的行情，实际上就是反映了就业状况，反映的就是牛马的收入状况。牛马收入不稳，说什么楼市稳了，那都是叫一厢情愿。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